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，互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，讲点灯说点灯。当年若当着上元，逐位都咧办灯会，真热烈。实在讲，现此时满世界都有看电火条啊，过路路口有青红灯，甚至讲大路拢有路灯。啊，毋过以早拢都爱点油灯呢。啊，若出门则野火把，无就野高仔灯。毋则较早嘛有真侪俗语，扑鼓通金，甲灯火拢有牵连。国情大声，先来甲朋友讲一句：一日走啪啪，一暝点灯啦。这就是讲吼，有一款人啦，人讲吼，暗时啊，全头路啦；啊，若甲日时啊，无半步啦。煞毋知影讲，一日逐工用神仙四界走，行东往西，讲到伊逐项的，结果到半暝半。才点灯啦，点油灯伫咧加班，有无？有一款人无？确实都有你。你是毋拍拼哦，你是安尼甘愿弄榴莲世界去哦，到半暝拼暝工，你讲这敢正经做有头路？啊，讲到点灯，实在过去也有一句俗语话，这是立起来话，这是咧讲笑话的啦。迄句吼，原来着爱激头壳，互你小想一下。这句话讲做你是点灯出门。到底是安那？你是光影影，莫讲即马讲国情啊！咧讲有路灯有青红灯，搁较过去。光头白，你哪着点灯出门？你要举火把，还是要举高仔灯？煞毋知影讲即句立起来话，顶句要互你接下句。你是点灯出门，原因伫倒位？正就是你是点灯出门，社会黑暗。啊，当然这咧讲笑的啦。社会哪有影黑暗？你甲看。台湾比较世界，你讲医疗的环境一粒一的，你讲包含讲交通的建设，也是上界先进电子的科技，拢甲人有坐徛。是在台湾这个国家，另外一句俗语话咧讲吼点灯啊火无地找啊啦，爱学老啦，爱学老咱的宝岛，爱学老咱家己的国家啦。国情虽然这句话运用伫咧表面讲无影社会黑暗，台湾真正好，点灯啊火无地找。毋过这句俗语。较早吼是咧讲，咱若当着迄个足好的机会，也是讲你足意外的人，这就真正点灯啊火袂底找。若是有树皮的人，你真正讲这是如意的郎君，用这句来表明，真适当。啊，若迄个无好的，莫讲你咧嫌，若连边仔人咧看到讲，逐下吼，或者啉大片甲五娘伤花灯，煞毋知影讲五娘都爱配单衫，偏偏去配着啉大片，迄就是叫做无树皮。啊，若讲即款爱人，真正你会好的，如意的郎君交会着，人讲较好交斗换一招，点灯啊火，真正无地找。